靈情詩語哥林多後書6章1至10節，生命的侍奉。我們與神同工的也勸你們，不可徒受他的恩典，因為他說，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。看啊，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，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我們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礙，免得這職分被人毀謗，反倒在各樣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，就如在許多的忍耐、患難、窮乏、困苦、鞭打、監禁、擾亂、勤勞、警醒、不食、廉潔、知識、恒忍、恩慈、聖靈的感化、無偽的愛心、真實的道理、神的大能、仁義的兵器在左在右，榮耀羞辱、惡名美名，似乎是誘惑人的，卻是誠實的；似乎不為人所知，卻是人所共知的；似乎要死，卻是活着的；似乎受責罰，卻是不致喪命的；似乎憂愁，卻是快樂的；似乎貧窮，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；似乎一無所有，卻是樣樣都有的。保羅得到咗呢個勸人和好嘅職分，要面對好多嘅艱難。身為一個福音大使，佢實在經歷唔少嘅痛苦。保羅喺呢度一方面講出自己嘅心路歷程，都間接勸勉嗰啲軟弱嘅信徒要為主堅守。第1至2節，蒙主恩盡職分。保羅首先表明自己係與神同工，其實就係神嘅僕人。佢勸哥林多教會唔好白受神嘅恩典，因為佢哋已經得着救贖，就要履行福音使命。就如以賽亞先知所講，神已經拯救佢哋，所以必定要對神立時作出回應。第3至7節，苦難中的堅持。保羅分享自己嘅經歷，首先作出提醒：當領受呢個職分之後，唔好叫人因你嘅見證成為福音嘅攔阻，叫呢個職分受人毀謗。所以無論乜嘢事情，都要活出神僕人嘅樣式。就如面對一切困難，必先要有持久忍耐。患難，保羅曾經歷過自然嘅患難、人為嘅、自己嘅疾病、窮乏。保羅以自己雙手織帳篷，供應別人同自己嘅生活，必定係常常窮乏嘅。困苦、鞭打、監禁、擾亂。保羅嘅宣教旅程曾被羅馬官員囚禁、鞭打，都因此引起整個地區擾亂，反對佢。勤勞、警醒、不食。主嘅工人當勤勞作主工，警醒正確嘅翻譯就係冇瞓覺，不食其實係禁食。廉潔就係純潔嘅動機，知識就係喺明白真理，恒忍、忍耐、恩慈、聖靈嘅感化、無偽嘅愛心，呢啲都係與人相處上表達出屬靈生命嘅感染力。真實嘅道理、神嘅大能、仁義嘅兵器在左在右，就係藉住神嘅大能，勇於表達真理。第8至10節，苦難中的恩典。屬靈嘅事情表面睇嚟係失敗嘅，但背後卻睇見神嘅恩典同屬靈嘅益處。保羅傳福音嘅時候，有人稱讚，有人毀謗，有時係榮耀，有時係羞辱。人睇佢哋好似係騙子，卻係真誠嘅，因為福音喺不信嘅人嚟講係難以接受嘅。福音喺羅馬統治嘅環境，好似係一個好細嘅新興宗教。當保羅盡力去傳嘅時候，
每處地區嘅人無論信與不信，都有好大嘅反應，甚至引起騷動。就如保羅講，好像不為人知嘅，卻係人所共知嘅，似乎係必死嘅，你看卻係活着嘅；好像係受懲罰嘅，卻冇處死。保羅傳福音要常常面對生死，但每一次神都拯救佢。面對咁樣嘅壓力，似乎係憂愁，卻係常常喜樂，因為睇見福音嘅果效。保羅個人喺物質上確係貧窮，但喺屬靈上卻叫人富足。物質上保羅係一無所有，但屬靈上嘅滿足卻叫佢享受豐盛嘅生命。保羅承擔呢個福音使者嘅職分，面對不少嘅困難，必然有着屬靈生命力，先至能夠面對。佢羅列咗不少嘅屬靈操練，包括對己、對人同對神。喺苦難中仍要堅持看透得失，對真理嘅執着。呢段經文對我哋嘅提醒：第一，生命嘅侍奉就係完全對主忠心，凡作事唔好叫人絆倒。第二，恆忍咁面對苦難。第三，刻苦己身為咗成就福音。第四，為着使命輕看物質擁有嘅得與失。第五，唔好睇重屬肉體嘅價值，但要睇重屬靈嘅價值。第六，神嘅恩典足夠我哋面對一切嘅難處。親愛天父，我哋每一個人都係福音嘅使者，然而履行你嘅使命，必定遇到不少嘅困難，甚至逼迫。昔日保羅所遇極大嘅難處，但你嘅恩典夠用，叫佢得勝。我哋都深信你嘅恩典夠我哋用，叫我哋喺苦難中得勝。阿門。問題思想：第一，保羅喺宣教嘅旅程中，面對不少挑戰同困難，保羅仍堅持宣教，對我哋喺傳福音上有乜嘢反思呢？第二，保羅喺呢度提到神嘅用人有乜嘢特性呢？第三，我哋係咪願意為承擔福音使者嘅職分付上極大嘅代價呢？請再讀以上經文，寫低靈修札記。